為什麼孩子寧願打遊戲，也不願意學習？為什麼手機比作業更重要？其實背後只是一個東西——多巴胺。多巴胺就是大腦的學習激素。凡是能分泌多巴胺的東西，孩子都能很快學會。打遊戲要不要上課？不用。打麻將要不要補習？不用。小孩子玩掼蛋、打卡通遊戲，不需要任何老師指導，他就能自己學會，因為裡面有快樂，有即時的成就感。遊戲裡有什麼？規則清楚，一步步升級，每成功一步就有獎勵。這些就是讓孩子大腦分泌多巴胺的關鍵。所以孩子願意花幾個小時去研究遊戲，自己摸索，因為在裡面他隨時都能感受到我在進步，我能做到。但是學校的學習呢？孩子面對的往往是他做不來的功課，超出能力的考題，結果是什麼？一次又一次的挫敗感，沒有快樂，沒有成就感，多巴胺自然分泌不出來。在香港，這個問題尤其嚴重，幼稚園就要開始寫句子，孩子天性是玩，卻被逼住提前做。一年級要做環保比賽報告，請問這是孩子能做到的嗎？最後都是家長代勞，那功課到底是孩子的，還是父母的？所以孩子慢慢習慣了一件事：學校的東西是痛苦的，是沒辦法自己完成的。這就是為什麼孩子會變得越來越依賴遊戲、飲料、甜食來找快樂，因為生活和學習裡，他得不到任何快樂的回饋。多巴胺帶來快樂，但更高級的是內啡肽，孩子進入心流，不需要外在獎勵，也能享受學習。條件是什麼？孩子有掌控感，覺得自己能做到，能學會。孩子在學習中有選擇感，不是所有事情都被父母和老師安排。如果掌控感被奪走，孩子就無法分泌多巴胺和內啡肽，只能靠遊戲和飲料來補快樂。給家長的3個提醒：第一，打罵孩子，結果是什麼？學習等於痛苦，孩子只能逃避。第二，全盤代勞，結果是孩子失去掌控感，什麼都靠父母安排。第三，把生活塞滿，結果是孩子完全沒有自主空間，內啡肽永遠出不來。我見過一個很聰明的孩子，功課能自己完成，年年獲學校優異生稱號，但天天咬手指，甚至把指甲咬到變形。為什麼？因為媽媽太逼，他只能靠咬手指來釋放壓力，這就是沒有掌控感的結果。學校的錯誤，我們未必能改變，但家長一定能決定。不要在家裡重複學校的錯誤。孩子不怕學習，他怕的是學習裡沒有快樂，沒有掌控感。教育的真正價值是幫孩子在學習裡找到快樂。只要有一點點多巴胺，他就會自己走向更深的學習。